续来关心这个疫情，国内疫情豆豆较严重咯。疫情指挥中心来宣布，今仔日的本土病例是11995例，境外输入217例，有落降的趋势，未来影响到初六要实施的校园北喙暗的计划。发言人罗一军来表示，虽然本土个案伫前2天连假效应之下，再次来突破到1万例大关，但是也是比顶礼拜同期来落降到25.7%，所以若是初六校园北喙暗了后，本土疫情无来出现着反弹，安尼上介紧3月底就会当来实施着轻症免隔离的政策咯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